这样是的。这发他们名字起给了，没有。搞我们还名字没起给着。哦。他们那个他们的几个。说的那个我讲是这啥，你们也要是别我们个是本不子是的。哦，本子起给着。呀，这个娃娃对着苦还是这名字真是在那里刻的这边。啊，这个发了名字没起给着。哦。那是说的那个的是。哦，发了并开始谈价值了。啊。谈价值。这一国吃的那卡说对呢。好嘞。那么这啊，那一下问这。这门这并开了没有？这个在贵多呗。那吃太辣这啥？这么是那个霍家这边那个，霍家的是那个的亲友，哈啥的是，花拉跳下来的这么这一锅火这才能脸上这么这。本不子这这的。花拉么子呢？本不子我们就这个是这个就是满口出种子。这人家那个自己的啥，自己说这人家就搞啊，说俺孙子是哈，这蛮个12个嘛，13个知道。那个年轻人就知道是，过年有一点那啥，那个搞金吃啥，今年说过他知道。那个本子，好了么子就那个。啊，那你们顿时丢掉是？顿时丢过是发了还问着了。顿时以后是可发了还问着。那发他们算着挂了算着嘛是。发了发这边还是。哦，啥牛嘛丢掉是，牛们丢掉是发了还问着了。发了还问着家里吃了这。还有一个方向他那个嘛，这放啥里嘛那个。哦，那出门挣钱是发了还问着了，钱挣上了不是？那个我们可错啊，看本不是还问着了，发了还没问着。走，那混丢掉是发了还问着了。没有。那还是本不是。还是本不是。还是本不是还问着了。好了，最近看是人哈，看是的。人混丢掉是本不是还问着了。那个是搞本不是还问着。Can he tell some stories about when he went to treat disease, like who came to invite him, how did they come, when did he go, what was the problem? Like, can he tell some detailed stories like that? 你别亲啊，这种男的日子两个这个噻。那说真的，这个一下说个，他病看起来没有？他这么小一个，他还得看起来啊。俺们这看了之后，我们还说的一个是，发嘛是那么着，看场大些的，规模厉害的，就这么着俺们看了他。哦，规模一下嘛。他还没。这里，他话别给啥呢？对啊。个鸡毛有那底下人说那底下这么些把子那个他话了。我不知道啊。这下来是个啥不知道啊。他那还是我讲述的啥，那个手指，那个手指尖子上，规的这知道，都是啥都是一下这那个，人是还的那个么，规成了啥，的那个这个还能知的，王人呗，王人能知的，这。这个那个人家那个前这个那没说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飞机的呗，飞看的呗。飞看的呗。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这发了不知道没听下来是啥的。发了那他一家他的花到的那个，我们不知道呗。你这飞看的飞那我前头在我那个。大伙家在说的个话，人家就非常的个努力说这，对人家家我没知道呗，还有个非常多嘛，这不知道呗，你这个呢，人家非啥说这，你看这个，哇，你不说你这那个还没知道是。人家谁发的？你这个你家过得看着很久的。哇，你在说。那确实那的到了我在过去那就搞个。没有小心啊。你没听真正的说还是你在说的。正好门儿起个，正好那个门儿养起个了，而且花儿都要猛了。花儿呢？跟你找之类的叫没有？花儿你是好几万没有分摊？好的。没病报没有？好的。都这是阿姨个是？没到那个花了那。好嘞。贵，正好呢，你说在贵库区这给人家阿姨去那贵呢，但你个花儿都养个帮个着，但是养就可能没得讲没听。养个帮就去那个。可正好你看问题养踏实的样子。这么是阿姨问你还问你听着啊？你那个到回家去这那个分摊多呗啊？分对子。
你挖出来了呗，挖出来那个大枣没？大枣你知道没？大枣和枣没？他们肯定大枣没有，这扔死了是棺材里这么没看的呗。你倒是那个从他挖出来了没有？挖出来的那个啥东西了？啥东西没有？不是那个人啊，没个情况。人那个什么的关系的呗呢？就只骨头上的。我没有呗呢。这人没有呗。没有呗。没有人家就给挖出来，给人家那的帮给拿下的那个帮给的干啥的啦？帮给拿下的一管那个火的点个还要给点个人家肥给拿去收呗。那个点完点掉小小的装下这肥给你拿去。别的给拿去收呗。我们就这个看的。人家的家里的人家肥看的了，人家的家里的人过的啊，这个分摊这个美国买下这个，一个分摊是多呗，真的周六呗，这我周六呗，我觉得这个活到人家挖出去了，对不对？挖出人家出来，过的那个帮给拦下的呗，你们这还没得帮给找的，拦下的呗，反正人家那个来源那个就讲的了，这个这个这本这些个来路的那个肥的拿去呗，我。我就放点脑子。I don't know.这样是呢。You only said dough before. 这要么不来那是可不着。